由於下令時間關係，今晚嘅週末任你點將會暫停一次，改為鄭裕玲星夜傾情。接住嘅武林世家將會喺4:10播放，請大家留意。千百年嚟，仿似人間仙境嘅武夷山，令到無數嘅中外遊人流連忘返。哇，好靚啊！喂，真係估唔到啊！上到嚟望翻落去，先知道下面嘅風景係咁迷人㗎。而武夷山嘅風景之所以咁吸引人嘅地方呢，就係佢唔止山勢奇特，而且呢仲有一條好優美嘅九曲溪繞山而過。原來武夷山係一個多霧嘅地方，每年大約108日都係咁樣㗎。大江南北，今晚12:20，時事台。到底頭大係咪冇腦嘅咧？成日話人腦筍都未生埋，到底腦筍係乜嘢嚟嘅咧？究竟用腦用得多會唔會搞盡腦汁咧？好煩啊，好頭痛啊，痛死我咯！最緊要健康，今晚12:45，時事台。黎明，我永遠支持你。彭玲啊，人靚歌甜㗎。梁夏文首新歌好好聽㗎，好中意㗎。鄭秀文啊，佢着衫好好睇㗎，唱歌又好聽。鄭伊健佢把長頭髮好型咯。劉德華唱歌拍戲都咁好，我偶像嚟㗎。我中意陳慧琳喎，又夠高又有台型。郭富城啊，佢跳舞好型㗎，我好中意佢㗎。陳慧嫻嘅新形象啊，好中意㗎。張學友，我愛你。fans 熱烈奮身支持10首金曲屬於10位歌手。1996年度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星期日晚12點正，時事台。1967年，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正式喺香港啟播。隨住資訊發達、科技進步，今日 TVB 精彩節目遍達全球。美國、加拿大、澳洲、亞洲等地區已經先後透過最新科技，將無線優質電視節目迎合當地華人嘅生活文化，重新包裝播放，深受廣大客戶歡迎，觀眾與日俱增。喺歐洲一直備受華人關注、萬眾期待一個利用高科技數碼系統，由日間開始播放多元化節目嘅中文電視台，將會喺1997年3月31日隆重啟播。我哋就係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附屬機構無線衛星台。資訊傳迅速，教育添新知。資訊邁向新領域，不斷追蹤世界時事新聞、東南亞社會新動態。益智文教，啟發先驅，趣味教育新一代，休閒寫意學新知。收視創新點，票房領先鋒。翡翠劇集，創意倍添，神奇離幻，溫馨倫理，王牌勁劇推陳出新。超級賣座港產片源源不絕，粒粒巨星出猛片。節目多元化，生活添姿彩。綜藝節目帶領潮流，熱門音樂、娛樂消息、遊戲節目創新風，迎接歷史性時刻，選美台慶
回歸大匯演，最新、最快、最準確。萬象爭榮，共創明天。日夜相伴，全程為你。無線衛星台。數碼咩數碼？我唔知啊嘛，咩我都唔知。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先進嘅數碼科技 digital 已經漸漸地廣泛使用，好似你屋企嘅家庭電腦啦、雷射音響系統、無線電話啦，都係利用數碼系統得到更理想嘅效果。數碼 digital 新科技啦 ，transmit 得好啲咯，更加高層次咯。Digital 數碼廣播係一種先進衛星電視發展嘅科技，所發出嘅信號更精密，傳訊能量廣闊，信號更快速，穩定傳送到用戶家中，畫面同音質接收達到更明亮、更清晰嘅效果。數碼廣播對我有咩影響啊？夜晚黑嘅就冇咁好，朝頭早比較好啲。咁夜點睇啊？聽朝要翻學喎。Digital 數碼廣播嘅出現，對歐洲華人觀眾有莫大嘅意義。Analog 模擬廣播頻道已經達到飽和階段，所以中文節目無法喺日間黃金時段播放，亦無可避免慢慢地被高科技嘅數碼廣播取締。無線衛星台有見及此，創中文衛星電視先河，利用高科技數碼原理，成為歐洲首間華人電視台，擁有完整嘅廣播時間，亦即係話歐洲華人觀眾用戶由日間開始就可以收睇無線衛星台嘅精彩中文節目。接收無線衛星台辦法非常簡易，先決條件係必須安裝一隻配有 Universal LNB 衛星接收碟，再配合一部由無線衛星台以優惠價獨家發售嘅數碼衛星接收解碼器 DRD， 咁樣你就可以欣賞到無線衛星台嘅精彩中文節目。科技邁向新紀元，視聽享受新領域。而家就打熱線電話0171-636-8888。歐洲無線衛星台咧係將會照顧到唔同嘅觀眾喺唔同嘅時段嘅需要，將更多 TVB 嘅娛樂資訊節目帶俾大家，你哋一定會中意。日夜相伴，全程為你，無線衛星台。中國總理李鵬今朝同香港候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以及係布政司陳方安生會面，討論香